滑板的台语要哪讲？古板，古板。唔知，我台语就烂。这不知道滑怎么讲哎。滑板是帮滑帮。滑什么滑？另外一只脚放上来，要放横的，然后这只脚转正，然后这只脚下来，下来，然后就好。就这样。回过才拄煞过的世大运，台湾选手拢总摕到46块奖牌，实在是有够赞的啦！明年连面阁是奥运啊，除了有大家较熟的羽毛球、倒球、山球、跆拳道、游水、射箭、骑石链以外，阁有一项为2021年东京奥运才纳入比赛的运动，就是滑板。你敢知影滑板的台语安怎讲？今仔日小编来到台北市的新生桥卡，坐算滑板的人拢会伫遮练功夫。到底滑板有啥物款的魅力，去并遮侪少年人来耍咧？滑板会当和我其他东西没办法给我的感觉，就比如说女朋友可以给你一个感觉，家人可以给你一个感觉，然后工作可以给你感觉，但滑板可以给我一个感觉，而其他东西给不了。啊，受伤嘛要继续玩滑板的？因为就好耍的啊。是哦，是好耍的倒位的。做家袂行的时候就有做的，不过就做家若行的时阵，你就会足欢喜。觉得你被风包围，就像有一个外框保护着你那样子。我今天是新学的人，我要怎么滑？把你的惯右脚放在上面，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另外一只脚放上来，要放横的，然后这只脚转正，这样。然后呢？然后这只脚转回去，转回去。然后那只脚下来，下来。然后就好。就这样。有影足感谢妹妹的指教。唔是啦，妹妹，我根本也袂滑呢。小编决定来找一个专业的教练，对教练开始一步一脚引学。10分钟以后，我敢会晓滑板袂1、2、3。我。好，会使。到底倒位会使？不过教练有影真热心，搁要加教小编手板的配步。有够见效的啦！所以也是紧转来今仔日上主要的任务。你敢知影讲滑板的台语要哪讲？人袂使闹开哦。我真正唔知影滑板的台语是啥。我咧试看卖，就是滑这个字甲板这个字，这两个字啊到顶的时阵会变啥物字？滑是鼓溜吗？鼓溜啊，板就是半。合起来会变做啥物？啊，鼓半。古板。唔知。你敢会试看卖？你试看卖滑甲板这样啊？我台语就烂，我台语袂晓。滑板的台语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滑怎么讲哎。滑板是帮啊帮。滑帮，一个礼拜呢，对一个字啊，帮，还叫粗帮，粗哦，粗，对，粗帮，对，哦，粗帮，赞。啊是安怎叫做粗帮咧？今来请咱台语台申诉委员会的顾问罗光成老师来替咱解说一下。但是咱台语的骨吼，一般来讲是咧做形容词，因讲涂骹骨，无咧做动词用。哦，咱若动词吼，咱粗是动词。咱会当讲对顶面出落来，哦，还是讲咱囡仔时代吼会去耍迄个出溜笼，就是溜滑梯嘛，就是对悬的所在出落来。你叫做帮，或者叫做板，就是讲咱台语的讲也是帮啦吼，咱就讲较叫铁帮嘛吼。啊，当然嘛会使念做板啦吼。啊，但是板咱一般来讲较固定的物件，像讲咱传统讲咱的地板，但地板袂叮当啊，啊这厨房会叮当啊。所以咱就甲咱台语原来的动词厝，甲即个咱本来就有咧讲的帮，甲夹做伙，就是呢搭伫顶面吼，啊你就会厝向头前去，啊迄个铁的就是一个细细地帮，吼，所以咱甲伊叫做厨帮。
原来是安尼哦。小编头拄仔伫厨房场体验了后，嘛想要来建一块家己的厨房。尾仔，阮来到新生桥骹附近的一间厨房店，听讲是台湾头一间厨房店呢。热情的店员除了甲阮小解厨房以外，嘛电镜头仔厨房的技术，互阮看。厨房有影是一个专业佮深实的运动，不过店员嘛要互所有像小编同款的厨房菜鸟啊，一个重要的提醒。所以滑板记得要带护具，护具的台语怎么讲？火菇，被炸好菇，是吗？对。被炸好菇，好菇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想要讲台语，却定定唔知影要安怎讲出嘴，不管是日常生活的清茶、徛家、啉食七，还是其他高深的科技博物、天文地理，就爱来线顶咱台语台的台语新词网站查看卖。台语台邀请台语学者专家，每月日讨论各种新闻、戏剧、甲生活内底出现的日常用语甲新词。要安怎用准确佮水开的台语来表达，望大家台语拢会当讲甲自在佮煞泡。